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9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1篇，出来及记12章第14节到28节，彼得前书第2章11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对倒位来。对倒位来，今仔日对两个层面来思考啦第一个是讲要思考是讲人对倒位来，当然嘛会去思考要去倒位啦第二个是根据这个诗篇721篇的经文，要来问讲我的帮助对倒位来啦特别是伫现代，咱全世界咧面对这个中共武汉的肺炎的这个当时，遮尔严重的时阵，有真侪人，有真侪国家，侪疫情伫人显得真正无助这情形的时，咱要来问讲咱的帮助对倒位来？这个月其实是台湾咱咧讲旧历的7月啦也是讲几啊月啦7月初一是8月19号，中元节是9月初2。鬼门要关的迄一天是9月16，所以伫几个月中间，咱过去伫台湾的这个例，就是讲，真侪代志，咱会感觉真困难啦今年较特别，就是因为拄着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人安尼君算笑讲今年毋免惊啦，因为这个几等一冬等甲安尼会当请一个月的假结果来到台湾爱迄个隔离14天啦搁爱自主管理7天啦剩7天通去佚佗尔规气莫来安尼啦所以有人讲今年迄几分真少啦当然这个讲法是一个君算笑的讲法这种拟人化的讲法，其实就是台湾的几啊月的基本思考。因为人毋知影将来死后的世界到底是安怎，咱掠做讲，这个真侪人死了，迄个魂伫外口咧拉索，所以你若无互因食饱伊就来甲你过安尼啦所以中元节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讲，互这妖怪食好饱，甲报路去讲你食饱莫来甲我乱安尼啦这是这个宗教活动基本的思考的方向，嘛是出自人的角度咧看将物，袂当了解会惊吓，甚至会通讲对这个未知的世界，人类的这种讲法来说服家己，也是根本就是这种功夫术士，也是讲这个法师起来吓惊人在用的。问题是讲，咱要来思考的是人对倒位来，咱要去倒位。对基督徒的信仰的基础来看，咱知影人的性命是透过父母咱讲男性甲女性的生育。上帝才着安尼管道来赏赐互人的。为什么讲上帝的创造？因为咱拢知影男性家己靠男性，无女性袂生啦女性敢若靠女性，无男性嘛袂生啦这真特别的，就是讲正着安尼会结合上帝伫遐来创造这个生命。当然，咱有看到真侪科学家、医学家想要来违反这种医学的伦理，也是讲道德的限制去做无性的生命创造。但是咱知影，这基本上是违反这个上帝创造，也是讲自然的定律啦既然人的生命是对上帝来，那安尼，咱要去倒位，又阁是另外一个问题啦真侪人咧讲基督徒做毋惊死无咧烦恼死拢袂安尼禁气讲着死，
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咱知影死亡是咱离开暂时架卡的地球这个世上的生活，倒转去到创造者上帝会为着咱陪伴的所在这个过程既然是安尼，咱嘛知影对圣经耶稣基督的明白，会甲咱讲，咱就是将来要倒转去伫爸为着咱陪伴的所在，所以咱基督徒无烦恼，袂惊啦颠倒咱会看你讲真济基督徒伫旧历的7月照常搬厝啦，照样办结婚啦，而且毋但安尼佫较俗，因为无人抢嘛嘛照常做真济民间宗教认为讲常不宜做的代志安尼咱除了知影人的性命对倒位来，要倒位去，咱更加知影讲咱的帮助是对倒位来，这也是接续要甲咱三个分享的。今仔日经文出来及记12章的经文提到着讲，这个无诈骗以外嘛，有迄个各样会伫门外门径的代志。当因伫埃及拄着极大的瘟疫的攻击的时阵，所有的人的大囝啦、精死的头肠啊，拢着爱死的时阵，埃及人选择因的守护神Nekhbet， 但是并无成功啦以色列人选择迄位伫历代拢咧保护看顾因祖先的上帝，上帝交代因将羊血来抹伫门外门径顶悬的时阵，互因借着安尼来做记号，迄个杀人的力量就会搬过遐有安尼记号的厝，所以就诚做圣经中间所记载的搬过节。这个保护以色列甲其他愿意相信人的上帝，是真正神通真大啦会通保护因度过连当初是上有气力的法老王，伊也无法度赢过的瘟疫，因为因相信并且愿意顺服照上帝的吩咐落去做，因此因度过一场真大的瘟疫。亲像有人安尼讲，有咱若会当度过2020年咱就赢啦毋是因为咱的厉害，是透过济的医生、科学家、护士、第一线工作人员，佫有上帝的保守。遐第一线的人员会通来想象做，亲像伫出来记载中间迄个抬羊啦、准备暗顿啦，也是甲迄个羊仔血抹伫迄个门外门径的人的工作佫加上即个上帝的保守，要帮助咱度过2020年即个世纪的大灾难的攻击。最后，咱要用诗篇121篇的经文来做结束。诗篇121篇的经文安尼讲：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叨落来？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骹摇绝，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看保守以色列的无拄面，也无困去。保守你的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荫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入地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关于这个羊血抹伫门外门径，这个牧师会找机会来伫这个台湾的文化这中间的春联来做一个结连，来甲大家分享。这甲圣经旧约迄个搬过节有真密切的关系。我若准备好录好的时阵，才会分享给大家。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21篇，出埃及记第12章的14到28节，彼得前书第2章
第11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何而来。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从2个层面来去思考。第一个是问到说人从哪里来，当然我们也会要思考要到哪里去。那么第二个是根据诗篇第121篇的经文，要问到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特别是在现今我们全世界都面对中共武汉肺炎的这种很严峻的疫情的时候，许多人、许多国家，甚至许多疫情下染病的人都显得无助。这个月是传统农历7月了哈，我们称为癸月了哈。农历7月是阳历的这个8月19，然后这个7月半中元节是9月2号哈，鬼门关是9月16号。所以在这个月的当中，我们称为癸月的时候，就总是会有一些宗教的祭典了哈。那么今年因为2020年所遇到的这个武汉肺炎，有人开玩笑这样说了哈，不用怕啦，因为好不容易等到1年这个鬼魂可以请1个月的假哈，可是到了台湾却要隔离14天哈，然后又要自主管理7天，只剩下7天可以游荡哈，所以今年出来的闲晃的这个孤魂野鬼会很少啦哈。虽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也非常拟人化的一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基本上就是我们台湾在讲鬼月的基本思维，因为人们不知道将来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然后就有人想说，这个孤魂野鬼在外面游晃如果你不给他吃饱的话他们会到处惹事然后来叨扰我们所以因此在中元节的时候就会办大的，然后很丰盛的来让这些恶鬼呢吃饱了这是有一点像贿赂式的，我给你吃饱，然后你千万不要来乱我这样的宗教活动的思维，基本上就是这种出于人的角度去模拟或是来看终末在无法预知的未来的世界的时候呢，人们自己想了一套说服自己，或者是根本就是从所谓的江湖术士呢，或是那些法师用来吓唬人们用的。问题是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是，人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根据妇产科的医学，或是说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来看，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男性与女性的结合那从基督教的思考是说，是上帝的创造，透过男女的结合，然后来生育。那如果个别存在，就说只有男性或只有女性，那当然是不会有生命的出现了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科学家医学家，他们希望突破那种道德的限制，去做所谓的无性创造生命，那基本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违反了上帝的创造跟所谓的自然的定律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生命？我们知道说人的生命是从上帝而来，而且呢，这个将来要往哪里去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要离开暂居的地方，回到创造者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是耶稣基督很明白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怕死，不怕谈死，并不是说真的不怕死，因为知道死亡之后我们要到哪里去。基督徒因此这样子就比较不担心不害怕特别农历7月的时候呢，民间宗教看的黄历就说诸事不宜可是基督徒照样搬家照常的办理结婚甚至很多人都知道说，反而这样更便宜，因为没有人抢这个很多东西都很便宜
那照样的许多民间宗教的认为的不宜的事，基督徒都在做哈。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知道说人的生命从哪里来以外，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生命要去哪里，生命结束的时候，那我们更知道说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这是接下去要分享的。从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2章，我们看到经文提到的无酵饼以及羊血这个涂抹在门楣的事情上面。那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遇到的极大的这个瘟疫的攻击的时候，所有的人的长子啊，所有牲畜的头生啊，都要死亡啊。在这个时候，埃及人他们选择了依靠他们的守护神奈赫贝特，可是却没有成功。以色列人呢，他们选择那一位从历代都保护看顾他们的祖先的上帝。上帝交代他们将羊血涂抹在门楣啊，在门框上面啊，作为记号啊。那个杀人的力量，所谓的瘟疫的力量呢，就会越过有记号的这个房子，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夜晚，就成为圣经所记载的这个逾越节。这个保护以色列以及其他愿意相信的人们的这个上帝，其实说起来真是神通广大。他能够保护这些相信他的人，度过连当时候权柄最大的法老王，连法老王都无法胜过的瘟疫。因为他们相信并且愿意顺服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因此他们度过了那一场的瘟疫。现在其实我们也体会到了，我们要照着这个医学家、科学家的建议，戴口罩啦，做好防护啦。有人说呢，今天的人们呢，如果能够度过了2020年，就战胜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透过很多的医生、科学家、护士、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上帝的保守，我们的帮助是从上帝来的哈。那些第一线的人员，我们可以把它等同出埃及记当中所谓的那些杀羊的啦、预备晚餐的啦，或是那些将羊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面的人们啊。人们的工作加上上帝的保守，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度过2020年的世纪大灾难的攻击。最后我们要以诗篇121篇的经文作为结束。诗篇121篇说，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而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看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那今天有谈到那个羊血涂抹在门楣门框的事情，其实跟台湾的新年文化当中的春联文化有关系啦哈。那这个跟旧约圣经里面的逾越节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牧师会找机会来录制一个影片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春联的来源，或是年概念的来源。那录制好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